東京變死城，冇人去 shopping。春天櫻花綻放，原本有好多遊客去日本賞櫻，可惜海嘯加核災沖散消費同埋旅遊業，銀座嘅街頭少一分繁華，多一分肅殺。供電唔夠穩定，百貨公司做唔到生意。為咗慳電，要有客睇先至會開電視機，加上當地人冇心情消費，又要留返個錢傍身。日本松屋百貨每日少咗3至到5成顧客。紀伊國屋書店部分喺災區入面嘅分店仲未做得返生意，酒店一樣大受打擊。東京京王廣場由8成入住率急跌得返5成。東京嘅香格里拉之前更加索性停業到下個月中。豐田同埋本田繼續停工，令到日本車少生產33萬8千架，汽車業雪上加霜。地震咗近2個禮拜，各行各業嘅損失係幾多都仲係估唔到，但係相信復甦路遙遠。